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今天又是一个神迹祷告会的夜晚，阿们。阿们。我们一起从我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我们一起从我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耶稣在井边与妇人的对话，他跟这个妇人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跟我说一次，我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举起我们的手，再次宣告说：我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的神。我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这个时候来做一个祷告，主，心灵和诚实，这是我们的祷告；心灵和诚实，这是我们的敬拜。献上最大荣耀的祭在你面前，数到3，我们一同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你在井边与妇人的对话，主你说要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哈利路亚！主，让我们今天就是这样预备好的心思意念，要来到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帮助我们心灵和诚实专注的在你的面前，心灵和诚实单单的只敬拜敬畏你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我们将今天晚上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无论是在现场的，在线上的，在外地的，在本地的，我们都要一同领受这份祷告的恩典。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极大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跟我们的神举起你的手，高高的跟他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全颂赞的神。哈利路亚！一起来说。全颂赞为主我神，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为主我神，荣耀哈利路亚为主我神，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从头来说，全部的颂赞归给谁？全颂赞为主我神，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让哈利路亚，让哈利路亚为主我神，荣耀哈利路亚为主我神，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再一次高声的说，全颂赞，哈利路亚，全颂赞为主我神，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主我神，归给我们的神，荣耀哈利路亚为主我神。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从头更深更多的来敬拜他说，全颂赞为主我神，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说，我救赎主，我医治者，即使放我，就是他，主耶稣。再次说，我救赎主，我医治者，即使放我。
我救赎主，我救赎主，我医治者，即释放我，就是他，主耶稣，我救赎主，治者，即释放我，就是他，主耶稣。从头来宣告。去颂赞，主我神，更万千神献上无心敬拜。去颂赞，去颂赞，为主我神，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主我神，荣耀哈利路亚，为主我神，去颂赞，去颂赞，为主我神，去颂赞，为主我神。齐声献上，齐声重新献上敬拜给他，齐颂赞，心灵和诚实，为主我神，也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主我神，荣耀哈利路亚，为主我神，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举起我们的手，说我的救赎，我救赎主，我医治，今天释放我，放我，就是他，主耶稣，我救赎主，我医治者，即释放我，就是他，主耶稣，我救赎主，我医治者，即释放我，就是他，主耶稣，我救赎。我医治者，即释放我，就是他，主耶稣。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神是救赎我们的神，阿门。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阿门。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经历过神的帮助和救赎。在这个时候，我们向神做一个感恩的祷告，跟神说：谢谢主，你帮助我；谢谢主，你救赎了我。数到3，一同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主，你拯救我们的生命，回转恢复到你的面前。主，这是何等感恩的事情！哈利路亚！西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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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西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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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灵大大的浇灌我们，让我们想起，让我们思想，让我们纪念主，你是如此的救赎着我们。主，你的耶稣基督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救赎了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西里啦啦啦啦啦啦啦，西里啦啦啦啦啦啦，哦，嘿耶，继续来敬拜他，说全颂赞。颂赞，为主我神，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主我神，哦，荣耀哈利路亚，为主我神，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拍手来敬拜他了，全颂赞，为主我神，拍手。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主我神，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为主我神，全颂赞，全颂赞，为主
主我神，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他说，我救赎主，我医治者，即使犯我，就是他，主耶稣我救赎。主今天来释放我们，放我就是他，主耶稣我救赎主，我医治者，即使放我就是他，主耶稣。哈利路亚！我们把最大的荣耀、颂赞、最大的救赎的恩典归给我们天上的宝座阿爸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这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欢迎神的灵在这个时刻来浇灌、来充满、来运行整个教会，运行整个的会场。主，这个时刻是祷告的时刻，是敬拜的时刻，特别今天也要有一个神迹奇事的时刻。我们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呼求，说：圣灵，你现在充满我们，圣灵现在浇灌我们。数到3，一起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欢迎你，圣灵浇灌，圣灵彰显，圣灵对你奇妙的工作在今天晚上。哈利路亚！希利拉，希利拉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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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希利拉啦啦啦啦啦。就不管是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就不管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圣灵依然无否界的浇灌他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敬拜他，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面，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我属于你，哈利路亚！你是我永远的福分。是的，主，你是我们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主，我们定睛在你的面前，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对主说，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是的，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的一切变暗淡，除你
主说能不能？能不能？是的，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来敬拜他说。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我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对主说，主我哪里都不想去，主我哪都不想去，我哪都不想去，我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对主说，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我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最后一次说，主我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说，主，我们要住在你的殿中。住在你的殿中是何等蒙福、何等蒙恩的事情。主，你让蒙恩的祝福天天都加在我们的身上。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敬拜，只为讨主你的喜悦。你在宝座上高高的看着我们的敬拜，献上给你，献上馨香的祭给你。哈利路亚！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坐下之前，跟你旁边的人说，今天是一个蒙福的夜晚。今天是一个蒙福的夜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我们领受我们同工带领的敬拜，我们看起来好像似乎好像轻松平常。然而你知道吗？每一场的敬拜都有主恩典的带领。哈利路亚！其实今天晚上的敬拜，今天晚上祷告会真是不简单，因为我们服侍同工当中有2位从早上5点半起床到现在眼睛都没有合过，一个叫做于胜阳，阿们，阿们。因为他在台东开车载着陈牧师师母去台东布农部落参加复兴祷告特会。另外一个就是我，昨天晚上陈牧师问我一句话，陈牧师问我很累很操我说我说做操从早上5点半起床到晚上那中间有休息1-2个小时，赶快跑回房间设闹钟，赶快回去躺了。我这个就是有个优点，就躺下马上睡着。感谢主。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敬拜是恩典呢？第一个，我们有很优秀的圣阳弟兄，他今天从台东结束之后中午从台东一路开车都没有停杀回来高雄，到高雄的时候已经是6点半了，没有停，更没有睡觉。我就跟他说，在车上说，哇，年轻真好，体力真好。我就说，今天晚上一般我们1人半罐的蛮牛，你喝一半，我喝一半，就不会睡着。如果怕睡着的时候，我就把镜头 Q 盛阳他就赶快弹。弹完之后 Q 再回来，赶快讲道。那至少可以眯了30秒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每一次恩典当中，看见神的祝福都在我们其中。我们给我们圣阳弟兄一个鼓励，好不好？哈利路亚，阿们。各位兄弟姐妹，从台东开车一路不停的这样杀回来。没有多久，大概4-5个小时都没有停。我快到高雄的时候，大概眯一下，大概几秒钟，我马上醒来。
我怕隔壁也跟着我睡觉，我要醒来跟他讲话。他呢，你眼睛眯一下都不行，因为他在开车哦，所以他比我还累。真的是上帝恩典。好，我们有没有在现场有没有哪位兄弟姐妹要分享见证神的恩典？好，来因为我刚来，所以谁都不认识哈。你看讲的你名字，我至少给妈妈人哈。我叫王群啊。我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我的家族在20年前被黑暗辖制。我是在2003年，主耶稣拯救了我，医治了我。在1990几年，我不太清楚，不太记得。我婆婆被魔鬼附身，到后来检查说没有什么病，就是整天坐在那里，全身无力。到后来是亲戚朋友就说你要拜偶像，你要把偶像接在家里来崇拜。后来他也真的把拜偶像接到家里来，初一十五给他烧香。大概魔鬼嫌他太穷，没有东西给他吃，不知道拜了多久，1、2年吧。后来我去看他，他说我信耶稣了。我说信耶稣也好。他信耶稣以后，灵魂得救，身体也没有好起来，因为退化。在2002年，我2个儿子都出外去泉州打工。半年以后，我的小儿子胃出血，后来也手术。在下半年，我就把他接回家，在家里休养。等我大儿子出去回来，过年回来，我儿子说：“妈，我生病了，你不要碰我的衣服，你碰我的衣服，我的肉都会痛。”但我也开始紧张。除夕下午，我也把医生叫到家里来，给他检查，也说没病，就给他开了几天感冒药。到大年初一，我就开始紧张，就出去，刚好也碰到我婆婆，她之前叫她拜偶像的那个，我跟她说，她也是说你婆婆拜的不好，你婆婆有许愿，现在轮到你的儿子了。那后来她就带我去开红纸单，大年初一早上午开了一张红纸单，大概有4000多块人民币。当时的我家里真的都没有钱，我小儿子胃出血，全部都花光，花了1万多人民币。他说：“你把这张红纸单拿回家，站在你儿子床前，你跟他说，关公关嘛，你高抬贵手，我这红纸单已经开好了，哪一天我就给你捎来。”后来我也就出去玩了。我儿子大概有5分钟以后，他就换上新的衣服出去玩了。到我看到他好起来，我也赶快去煮午餐吃。吃完以后，我就去我公公婆婆那里，把我上午的情况告诉他。我婆婆那个时候就只能讲出声音，听不出她是讲了什么话。我公公就说：“赶快去信耶稣，信耶稣1毛钱都不用花。”我说信耶稣不要花钱，那当然是高兴。赶快又跑回家，把晚饭煮好吃。我公公就叫了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我全家就信了耶稣。我全家信了耶稣，然后我们家里就平安啦，大家也就出外工作。我小儿子就留在家里准备学艺。到清明节后，我儿子又说肚子痛，又去医院。后来我儿子说检查说阑尾炎，
那我又开始着急，我就碰到一个是老姐妹，一个是阿嬷。阿嬷跟老姐妹是亲戚。阿嬷之前她也信耶稣，已经受洗。我跟老姐妹说我2个儿子的情况，老姐妹说你不用怕，你把主耶稣的脚抱得紧紧的。我说好，抱得紧紧的好。那个阿嬷她就说，你儿子身体不好，你该花的钱你要花。到后来那2个晚上，我刚刚躺下去睡觉的时候，我就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很远，连续2个晚上看见。当时的我信耶稣，也不会祷告，也没有人帮我祷告，也没有去参加教会。20年前非常穷，为了生活我必须去赚钱。后来我就不知道那2个白的是什么。小时候那些老年人说，你晚上出去看到穿白衣服的就是看到鬼。我说我没有出去呀，我在家里睡觉啊。到后来我就赶紧去买了一本圣经来读，白天工作，晚上就只能读圣经，有读没有懂，因为没有多少文化。再后来我们家里也就已经平安了，就陆陆续续的大家都开始工作。后来我第2年我2003年大年初1也刚刚好是礼拜天，我全家接受主耶稣。到了后来2004年，我小叔的家，他的家也就不被黑暗辖制。我就说我小婶婶，我说你也赶快去信耶稣，我们家族都已经信了，你不信，他就住在我公公婆婆就住在他的楼下。后来他也赶快带着小孩信耶稣。这就是10年前，20年后的我的家族被黑暗辖制，我们全家都信耶稣，就剩下还有一个小叔，他不信，他要靠看地理看什么赚钱。我们家族就已经从黑暗走到光明。10年前我来到台湾，刚刚来台湾的时候也要工作，我也很喜欢，很想去教会。以前大概在油厂教会大概有1年左右。后来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来我家跟我老先生聊天喝茶，他说我们后面就有一个教会很大。有一天我就来我们友昌教会，刚好走进大门就碰到蔡美惠姐妹，我就跟她说我们教会有些什么活动，看看晚上我来参加，白天因为有工作。她就说我们教会参加妇女圣歌队。后来我就参加我们师母的圣歌队。说实话不会说台语，要唱台语歌也是很难，几次都想打退堂鼓。我说我本来也喜欢唱歌，唱不好慢慢来。也感谢我们佑昌教会属灵的教会，也感谢我们的陈师母给我的栽培。在去年我在敬拜中心2、3次被圣灵充满，在我们妇女圣歌队我也在参加选队长，也参加好几次都没有被圣灵充满。今年我们上礼拜我们妇女圣歌队选队长，刚刚名单拿到我的手上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郑美意，我的圣灵感动，郑美意2字，我就选择了郑美意做我们的队长。感谢主，荣耀归给神。当
当我们生命选择主，主在我们的其中便掌权带领。阿们。有没有人要见证？好，我们邓长老。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哈！我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礼拜天，我们成人牧区在我们欧牧师的带领之下，我们到踏底山半日游。那在荣中小组长的预备下，我们玩得很开心。那我要分享2个姐妹在我们邀请的当中哈，我们有一些的感触哈。当中有一个姐妹，我们在上半年度。我们就关心他，邀请他来参加幸福小组，但是他说我是吃素的，所以他就没有来。但是我们还是持续的在关心他，在邀请他。这一次终于邀请他来踏底山，因为他说踏底山很近啊，我也常常上去爬，很近啊，很好。没想到他不仅他自己来，然后他还带他一个冈山的一个朋友，也是他公司的同事。他说。我这个朋友，自从结婚之后，然后住进公公婆婆的家，生了2个小孩子之后，很不开心，然后每天都被生活上面逼的这是没有办法就对了，然后常常找他诉苦。他说我带他来教会参加教会的活动，或许他会开心一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我们邀请一个新的贝斯特，结果这个贝斯特。我们还没有正式跟他传福音，他又邀请一个新的贝斯特在我们的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们觉得很兴奋的一件事情。那第2个姐妹，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已经关心好几年了。这位姐妹她有4个小孩子，然后这4个小孩子都是她一个人在照顾，她的先生在台南工作，几乎没有回来，可能都只有拿钱回来。然后最近可能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的感情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的关心就更加的迫切。就是倩金也一直在跟他有很多的赖，然后跟他讲话，跟他对谈。但是我们发现他在教育的方面，其实他对4个小孩子非常的有耐心。然后这4个小孩子，我们跟他相处都非常的有礼貌，而且都很活泼。然后我们当然他4个小孩子要带出门，我们那一天。其实我们3点半就要在山上，但是我们一直拖到4点多，是因为他要预备4个小孩子的出门。你看，一个妈妈她用摩托车载4个小孩子，然后到我的店里面，然后我们再分摊，再帮他载，然后再到踏底山。对，每一次出门对他来讲都是一个挑战，但是他这一次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他也很开心。他说，可以出来外面放松，他觉得非常的高兴。那特别要感恩的事情是，那一天是他的大女儿国小4年级的生日，然后妈妈其实因为她带4个小孩子，然后她先生可能也没有拿很多的生活费给她，所以她没有办法帮她的女儿就是庆祝生日。然后我们那一天我们结束之后，我们就买一个蛋糕，然后在我的店里面，然后为她庆生。妈妈就很感动，她就流眼泪，她说。我没有办法帮我们庆生，但是你帮我们的，然后已经隔2-3天了，一直到今天在赖的当中，还一直在跟倩金说谢谢，她非常的感动，而且她的女儿也很感动，因为他们可能生活方面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物质上面的这样一个付出，但是他们心里面其实是非常感恩的。我觉得这2个姐妹这3个姐妹，就是包括素食的这个姐妹，还有另外这个贝斯特邀请的贝斯特，还有我们这个4个小孩子的姐妹，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来到教会，一定可以来信耶稣，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让他们亲自的去领受神的爱，然后亲自的让他们去经历神的恩典。我相信他们未来的一生道路当中一定会更加的丰盛。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看到他们是如此爱所有许多还没得着福音的兄弟姐妹，更很细心的看见他的需要，来成就一个小小的蛋糕在他女儿身上。这小小的动作却充满大大的爱。阿们。上礼拜
牧师在分享说有没有人要见证？每次在讲见证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当牧师，我不要跟会友抢啊，那就把机会让给别人。那想一想，啊，今天的见证啊，不讲又可惜。在上礼拜啊，在礼拜天我们办那大体山的活动，在之前啊，我去跟大社教会松联团契借的小小喇叭。那借了小小喇叭，想说这个喇叭的小小的功率呢，可能不够大声。后来突然在办公室坐，看那个喇叭，一看，突然也有感动。这个厂商不知道是谁哦，听说在嘉义，如果可以找到厂商哦，问价钱，然后用原厂商价哦，直接跟他买，可能会比较便宜。结果我都有感动，就直接打电话去要嘉义东门教会潘庆章牧师的办公室。潘牧师认识我，哦，潘牧师，我是欧牧师，谢准啊，阿准哦，潘牧师，你知道这个喇叭的品牌哈，Mi Pro，谁做的吗？他就跟我讲说，这个喇叭有2个兄弟在做啊，一个叫加强，一个叫有强啊。在嘉义东门教会聚会那个叫有强啊，在另外一个弟弟呢是在南门教会，2个都在做喇叭的。看你要找谁，你问我，我给你电话。于是说，那如果你要买南门教会那个，你打电话给南门教会的龙牧师啊，龙瑞华牧师，他会告诉你，在他们教会会有那个做喇叭的董事长电话。于是呢，我想一想说，好了，那从南门教会的先问起好了。我就打电话去问龙牧师说：“龙牧师，你们听说你们会有在做喇叭？有啊，那个你要吗？我给你电话。”我就直接打电话给董事长。董事长说：“没关系，你直接跟我们陈副总联络，我们陈副总会安排。”于是我就打电话给陈副总，陈副总说：“我说我需要一个喇叭啊，那好，那这样牧师，那个我介绍那个525的型号的给你。”我说525到底长什么样子？我给你赖的那个照片，你看一看要不要？看一看，说副总那个看照片不准啊。他说我们是这样啦，那个525的喇叭直接寄到你们教会，给您试用啊，不要弄坏就好。哦，真的恩典对不对？他真的寄来呢。然后我就问说副总这一台多少啊？教会啦，北出来，算你27000啦啊，27000哦。副总，那个可能我牧区要买啊，牧区的经费不太多哈，可不可以再便宜一点点啦？那陈副总说好，我跟我们董事长报告，那报告如果可以再打折，我再折一点点给你。好，谢谢。结果他再打电话来，我们是你如果要买这一台啊。第一个给你试用，第二个3万块的机器人算你2万块，哈利路亚！哦，恩典不？恩典呢？真的，在主里都是丰盛的。最近我有泡茶，一个竹的茶盘破掉，我打电话也是去主内的弟兄，南投竹山教会的弟兄。我说弟兄长老，听讲你在做地盘哟，我说有嘞。那长老说我们网络价5000多块啦。哦，结果我说好，5000多，好，谢谢。我不是，你是右昌教会是不是？是啊，我寄过去给你。我说5000多块我买不下，我送你3000就好啊，送我3000就好。哈利路亚！啊，那个真的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当你为神做了，神就为你做。阿们！真的是恩典。所以在我们举办大体山的半日游活动，我们筹备了半年多，每一次的筹备都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去启动那个活动。然而每一次的当中，我们都仰望神，终于在前几天我们办成了。而且想不到邓长老
还有那么永新啊这样的带领。我们这一组也有贝斯特，还带他的妹婿妹妹也一起来参加。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有心要为主服侍时，神是为我们预备的神，神为我们预备各样需要的条件哈利路亚。虽然那个音响后来决定长子会要买，这礼拜开长子会，所以啊，我们还是祷告啊，长子会通过了，那一台就是我们的啦，我们就不用再寄回去了。那陈副总说，用料没哈没习惯的再寄还给我们，不用钱了。我说，那我们用完再还你啊，没有。所以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我们真的感谢上帝，上帝恩典啊！我们再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在使徒行传第7章54节到60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在上帝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声涌上前，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他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胆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是司提反被害，然而我们看到，为什么他被害还是这么充满了喜乐？面对死亡，为什么一点恐惧都没有，而且从容不迫？今年我们教会将要进行一个重要的事工。这个事工就是我们要进行长子改选，所以我们要常常要透过祷告来拖住我们的事工，阿们。所以我们看到成人牧区有多少人为这个事工来付上祷告的代价。同样，我们面对了长子改选，我们要对主来向主来仰望，来交托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初代教会要遴选一个办理饭食的执事。他们以信仰的标准来寻找合适的人选，不仅他们手上有赋予的服事的项目，更重要是这个选了这个77个执事呢，他们的属灵生命带来对主信仰当中一个火热，一个摆上，为主的福音来付上代价。所以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当中，当信主的人渐渐增多的时候，教会当中有一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也有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这两个不同语言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敬拜主。这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可能是从国外回来才信主的人，所以他们的语言跟本地的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是不一样，不同语言。然而，我们看到不同语言当中，在沟通上会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很多的误会的冲突。特别在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开始跟门徒来埋怨，说门徒他们忽略了在他们其中的寡妇的需要。我们知道，过去寡妇是小孩是当时被忽略的一群社会弱势人。特别是寡妇是无依无靠的人，她没有先生可以靠，她更没有娘家可以成为她的支柱，所以寡妇在他们社会当中是一个被轻视甚至被欺负的一群。所以这些寡妇，他们在生活上，在饭食的需要当中，他们被忽略了。因此，这些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开始为了他们其中的寡妇，向这些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开始产生一些纷争跟抗议。于是这12个使徒们，他们一起聚集起来商讨该怎么解决这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那个饭食的公平问题？这好像是什么？好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面对的教会一些事工问题时，我们会开长子会，我们会开小会来商讨解决问题一样的。我们遇到问题，我们透过开会来共同来寻找方法来解决。所以当时候门徒就说什么？我们来看经文当中，我们看经文，门徒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所以使徒们认为，他们应该专心的去传讲上帝的道，把这些管理饭食的问题呢，交给专责的执事来处理。所以他们首先的选的是谁？首先选了司提反，然后呢，再选了6位执事，共同来负责管理饭食的工作。管理饭食，简单的说什么？就是民生需要。各位兄弟姐妹，管理就管理了，干嘛还要什么信仰的要求？管理饭食就很简单啦。各位兄弟姐妹，其实不简单。对当时候教会的人日渐增多的时候，根据考古的调查，当时候教会人已经达到1万多人了。你要解决1万多人的嘴巴要吃喝，哪是那么简单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看一个管饭食，好像一个执事，好像一个事务性工作，为什么跟信仰有什么关系？有啊，因为如果没有信仰的根基，服事必然产生冲突。因为如果没有信仰的根基，他不会谦虚礼让，他不会用一个仆人的心来服侍人，他必定在服侍当中充满了血气。我曾经来听过我的妈妈牧师妈来讲说，我的母会曾经有一个弟兄，他是负责开福音车的弟兄。这个弟兄是长我几岁的。牧师妈跟我分享，这个弟兄在这些老人家松年的来教会的时候，你知道老人家什么都慢啊，动作慢，讲话也慢。于是这个弟兄开始埋怨，开始用非常严厉的口吻来对待这些老人家。于是这些老人家透过他的言语当中产生许多恐惧。这个弟兄的不耐烦，让这些老人家做得非常心里不平安。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看到，这就是不是出于信仰，像仆人一般的用主的爱来服侍人，更不是以爱来互相对待。所以各位兄弟姐妹，光一个开车就可以让人家做得心惊胆跳，不是他开车技术不好，乃是他的态度不对。原因出于什么？原因出于这个弟兄根本没有出于信仰的教导态度来服侍人，更不是以爱的方式来对待人。所以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看到管理饭食的确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因为管理饭食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会加辣，有些人吃饭不加辣，有些人吃面会加乌醋，有些人吃面不加乌醋，对不对？都不一样。所以面对许多的这样的饭食问题，有人一天一餐要吃2碗，有人一餐吃半碗。那管理饭食哪那么容易？有些人饭要吃硬一点，有些人饭要吃什么软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出于信仰，他是不会用真心来摆上他的服事。所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要遴选这个专职管理饭食的同工，他并不是依照个人的喜好，他也不是按照同工的专长。这个有拿到丙级执照啊，我请伊来煮饭啊。他不是看这个人的技巧，他不是看这个人的喜好，他是用信仰
来拣选了7位执事来管理饭食。各位兄弟姐妹，你或许会好奇，啊，管理就管理呀，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呀？只不过一个饭食而已啊！各位兄弟姐妹，就如同牧师刚刚讲，如果没有回到信仰，他的服事不是带着信仰的角度、信仰的态度服事，他必定带着血气，带着血气的服事必定带来冲突。所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在遴选那个管理饭食的同工执事呢，他们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请我们同工答：初代教会管理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好名声。这个好名声不是说这个人在社会地位有多好哦，在哪公司这档在哪公司做什么经理，或者他在社会有什么有头有名的人物，并不是，而是这个人在社会上呢有好的生活见证，对人们充满了爱心，对家庭充满了责任，对同事充满了一个热忱的服务。也就是说，这个人好名声要从他的生活的取迹的见证当中看他平常在家庭是怎么对待家人，看他平常跟同事是怎么相处，都在观察这个人的信仰果子。所以我们知道，他们遴选是这样。而且看这个人的对事情的公义的是非对错是否有坚持，是否会因人而异，是否有那种信仰的坚持。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要好名声，就看到这个人的果子是不是得到众人的赞佩敬佩。所以我们看到过去长老教会加尔文在选长子，他们怎么选？他们就像这些圣经怎么？他们会这些教会的牧师呢，会派人好像spy去比如要选某某人，去他的公司探听这个人，去这个人的家庭的街坊邻居探听这个人，去问他家里的成员这个人怎么样。在早期加尔文，他们要选长子，是要这样的透过层层的见证的果子来把关。所以第一个要好名声，第二个要被圣灵充满。你又问了，管理饭食又跟圣灵充满又有什么相关？各位，当时的执事要管理饭食，因为他们过着凡物共用的生活，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在追溯说，早期的希伯来信徒们，他们信主的缘故，他们因信主，他家业被抢去，但是他们因了信主，他们甘心的家业被抢去，他们依然要信主。讲到这里，我听到陈牧师有分享一个见证。民雄教会的牧师黄志宏牧师，他说，他父亲为了信耶稣，他的爸爸的之上的爸爸阿公，有几十甲的土地要给他爸爸，跟他爸爸说，只要你不信耶稣，不去基督教，这几十甲土地我都给你。他爸爸说，那就不用了。我几十甲土地都不要了，我宁愿要信耶稣。他信耶稣要付上几十甲的财产不见了，如果是你要吗？钱呢，怎么可以跟钱作对呢？是不是？然而，在这个属灵价值当中，就是在挑战他的优先选择，在他的心里是不是尊主为大？他是把基督摆为他生命为第一要件，看万事为粪土。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4章记述的基督徒受到犹太信徒的严酷的逼迫，一部分的信徒家产
被迫被人家抢去，还有一些信徒为了过的那个生活反路共用生活，他们把手中所有财产都变卖了，拿出来公用了。各位兄弟姐妹，他们过着反路共用的生活。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信徒是1万多人，要管1万多人的嘴巴的饭食，何其容易！不是你牺牲几个钱而已，不是你牺牲什么土地财产而已，而是你必须要管住这几个人、几万个人的需求。所以彼得向众门徒说，如果要他们撇下神的道来管理饭食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就选了他们当中7个执事来管理饭食。所以各位兄弟姐妹，我们刚刚讲到，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他绝对服侍起来是充满了埋怨，充满了牢骚，因为他的服侍不是来自于对主的交代，而是对人的交代。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服侍做得好，没有人会纪念；做得不好，被人念得要死。台语有一句话啊，做好无赔啊，什么拍破有功无赏，拍破爱赔，对不对？有功无赏，拍破爱赔。所以各位兄弟们，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教会服侍当中，跟现在一样，很多时候做得好，不一定能知道；那做得不好呢，背后念得要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出于信仰这样的呼召，绝对承受不住这样的批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说要圣灵充满。第3个是什么？不是还有名声、好名声，还有圣灵充满。第3个是什么？智慧充足。各位兄弟姐妹，如果没有好的智慧，他管理起来必定是管理的2266，因为没有智慧去做好的管家。所以你知道吗？当一个管家，他必须要有智慧，把这个1万多人的会堂管得有条有理，需要智慧啊。所以这个智慧不是你今天读了大学，不是你读了博士你就有智慧，而是你的智慧是来自于神给你的启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在旧约出埃及记31章，上帝对摩西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在出埃及记31章，上帝对摩西说，他已经拣选了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建造圣幕。重点来了，上帝的灵充满他，并且是他聪明才智跟技巧。所以各位兄弟姐妹，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不管是旧约或新约，都告诉我们什么？服侍神必须要神的灵充满在他们其中。阿们。那怎么充满其中？就是他必须要渴慕主，他必须要渴慕主，亲近神。所以我们选同工，我们必须要有上帝的灵充满在其中。所以我们知道，光有世界的属世的学历，光有社会经历是不够的，因为这些都无法承担上帝的圣工，因为上帝的灵并没有与他同在。上帝没有因为你是博士，上帝没有因为你是当神的灵充满在其中，反而是这个人的心，这个人的渴慕的灵亲近神，神的灵就充满在其中。阿们。所以我们知道，要被上帝也充满，他必须要时常跟上帝一样有交通。这个交通在希腊文是什么意思？这个希腊文交通，希腊文是 koinonia，koinonia 就是交通，跟你隔壁说 koinonia，koinonia 就是交通，翻的意思是感动。
你要跟神有好的交通，你要常常亲近神，神的灵与你交通讲话，神的灵自然会感动在你其中。Koinonia， 跟你隔壁说 Koinonia， 跟你隔壁说你会说希腊文啊。Koinonia 哈，你会说希腊文啊 ？Koinonia 就是交通，所以我们看到 Koinonia 就是交通，所以我们看到往下，我不知道那经文有没有给你们，好，往下哈，在下面，在哥林多前书13章14节，我们想念一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这句话有没有常牧师在祝祷的时候讲？我等下我是会捉到不？哦，我来念没？哥林多前书13章14节，这里有没有讲到感动？没有？因为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那感动就是什么 ？Koinonia， 圣灵的感动你，你跟神的交通，圣灵就感动你。所以可见，我们服事的第一要件，不是属世的条件。乃是他跟神的关系如何？所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要拣选那个管饭食的同事，那个执事，他们必须要有圣灵充满，他必须要与神有 koinonia 的那个交通，他必须要来自圣灵的感动，他必须要常常花时间在神的话语、神的祷告当中，怎么样？与神亲近。这几天。从礼拜一到今天啊，每天5点半啊，虽然我们有早祷啊，不过我去那边哦，打刚的啦，没让下面，因为我的位置就在陈牧师后面啊，陈牧师转过来看我的位置有没有人坐啊，就知道我有没有出现了。我想不起地方在，然后当然啦，也是真的带着渴慕心，从早上5点半起床开始敬拜。休息敬拜，而且是禁食祷告呢，没通吃饭呢，也要死啊！我即使偷偷带了泡面去啊，我给他冻没掉。从早上到下午到晚上，这样长时间后，牧师问我：“超好，这超好！”我快笑不出来，真的好超。抽到最后第2天下午，那个讲师在我，因为牧师坐在讲师的前面，我坐在陈牧师的后面，所以讲师第一眼看到陈牧师，第2眼看到我，我眼睛很想睁开，你知道吗？哇！但眼皮不怎么争气啊。但我意识清楚，我都知道他讲什么，但眼皮就是一直这样。我想是他跟牧师说：“你那个牧师哦，跟他度孤哦。”然而你知道吗？在每次敬拜、每次圣灵感动当中，真的，虽然肉体疲累，但心里是什么？喜乐，是满足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选执事必须要有一个圣灵充满，必须要有好的生命见证，而且必须要有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属灵生命带来什么？带来司提反，他有属灵的见证的勇气。他面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这样的攻击，我们看到司提反大胆站在他面前宣讲上帝的道。司提反讲这个道，让所有的会众听了咬牙切齿。然而司提反一点都不怕，他继续讲神的道。虽然这些人背逆神，最后这些人还用石头丢他。你看，司提反按照圣灵对他的感动说话，神要借着他来责备这些背逆神的人。最后司提反怎么样？被人用石头打死。然后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司提反有没有恐惧？没有，他一点恐惧都没有。他抬头仰望神，耶稣基督就站在上帝的右边。
代表什么？这个人虽然要面对了死亡，他一点恐惧都没有，因为神与他同在，死算什么？各位兄弟们，这就是信仰最高的生命价值，连死都不怕。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信仰的人，他如果信真的，他就对于死亡无所恐惧，因为他知道他是为主而死啊。这就信仰的带来给他的勇气啊。我们看到中东这些 ISIS 这些伊斯兰，他们为了他们所谓的阿拉，他们可以把炸弹背在身上去做自杀的炸弹客。你说他不怕死？他不怕，因为他们的领导人给他说：“你为阿拉死了，你就是圣战士。”这样观念虽然是错误的，却是带给他无比的勇气耶，往前冲，连死都不怕。各位，这就是信仰。我们看到司提反面对这些人要用石头打他，他们抗拒圣灵，他依然不怕。你看司提反，他是一个管饭食的人，他一方面要管饭食，一方面要照顾这些信徒的灵魂，信仰的生命的造就。你看到他生命带来是什么？带来是信仰的见证者。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为神做见证，为神服侍，是做一个基督徒应该为真理所付上的代价。阿们。所以当你的生命当中，你在你的同事，在你的亲朋好友当中，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勇气为主来做见证？你不会畏惧人的眼光，你不会畏惧人的言语，因为你是在服侍神。阿们。如果你有这样的信靠，我告诉你，你是信真的，因为这个信仰带给你没有恐惧，反而是勇气。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司提反被石头打死之前，他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各位兄弟姐妹，如果不是来自神的爱在他心里，他会为了杀害他的人来祷告吗？不会。所以这个主的爱在他心里，他反而为了杀害他的人来祷告，求主不纪念他们这些人的罪。你有看到这个经文当中，你看到什么？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主啊，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岂不是为着钉他十字架人来求怜悯吗？所以各位兄弟姐妹，如果不是来自主的爱在他心里，他可以为了杀害他的人来求怜悯吗？不可能。所以各位兄弟姐妹，当我们在传福音，当我们被逼迫时，我们如果有主的爱在我们心里，我们不但不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带有仇恨，反而是带着怜悯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司提反为主耶稣的道牺牲了。圣经说他睡了。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为主做见证，这些被杀的基督徒们，他们因为主的爱在他们心里，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结出仁爱的果子。每个基督徒的心里有上帝的爱发芽，以至于长大成熟。所以他们被神的爱到极点，就是愿意为主舍命。所以当我们被主的爱充满的时，我们被主呼召来见证主，即便
我们见证主可能会面对死亡的威胁，我们依然可以靠着主，我们的态度是从容不迫，毫无恐惧了。阿们。所以，当我们邓长老在分享时，这些姐妹们面对家庭的愁苦，她勇敢的感动、邀请、呼召，来参与这样的短短2个多小时的活动，却带给她心里无比大的喜乐跟平安。阿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着主，我们态度是非常从容，毫无恐惧。牧师要介绍一个神学家，这个神学家是德国信义宗的神学家，这个神学家叫潘霍华。潘霍华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要叫他来死的。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是叫他来死的。所以潘霍华当德国的教会一昧的去巩固、拥护希特勒时，只有潘霍华跟其他几个牧师反对希特勒，而且他们几个牧师筹组了刺杀的一个团队，要刺杀希特勒。不幸的，这个潘霍华牧师就被抓了。当他被抓时，他被枪毙。被枪毙后的第3天，德国整个军队被盟军瓦解了。他被枪毙的第3天，德国的希特勒的军队被瓦解、被溃败了。你想，这个潘霍华牧师他在想什么？他干脆就软弱啊，他干脆就说没有了，那个希特勒我刺杀你是错的啊，求你原谅我。他可以求饶，但他不要。他从容不迫的面对希特勒对他的极刑。他死后第3天，整个德国的军队就溃败了。各位兄弟姐妹，希特勒潘霍华他的生命就是实践他所说的，这死是要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让我们奉献一切。所以我们知道，被主爱的人，他是毫无恐惧的。他不但毫无恐惧，他是充满怜悯的心对待这些迫害他的人。司提反就是这样。各位兄弟妹，一个管饭食的，干嘛还要什么好名声、好圣灵充满，还要什么智慧充满？原因他不是管这些而已，他更重要的是要为主服侍，为主的福音摆上生命，他才能成就神的真理价值。阿们。所以，我们生命，当我们在被主呼召的时，当我们要选长子时，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的长子都很优秀，但我们要拜托你们一件事，我们的确要从信仰的角度再去省思，再去祷告。上帝啊，你要拣选的人的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成熟度，是不是值得成为我们的榜样？是不是值得成为我们的模范？让我们跟随他，让我们一起走在主的十字道路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从我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对我们的爱。一起来说，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夜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面，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从头来敬拜他，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
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我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我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对主说：主啊，我能不能？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我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再次更深地说：主啊，我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为你自己的生命，主啊，我愿意摆上。我们还一起在1、2、3，我们一起来祷告，1、2、3。主啊，主耶稣，我们在里面在献上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为你而活的主，让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给你，主啊，让我们一辈子献上我们的生命，住在你的殿中，定睛仰望你，哈利路亚，耶稣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啊，你祝福我们，求你引领我们，求你宽顾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荣耀主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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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来敬拜他说，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我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各位小姐妹，我们真的为主的福音，为主的教会，我们在守望祷告。这礼拜5我们将有门徒训练课程。我们礼拜6有连续4周，我们有幸福小组的训练在我们教会。我为了这些同工的摆上，我们来祷告，求主的恩膏的灵临到他们。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帮助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礼拜5的门徒训练，帮助我们礼拜6我们的幸福小组的训练。主啊，圣灵啊，求你亲自的使用，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生命的摆上，透过我们的门徒训练，主啊，兴起更多的基督的门徒来为主你的生命，愿主你施恩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喂养都是有生命的帮助，生命的造访。要主特别在我们这礼拜6开始连续4周，我们有幸福小组的课程。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来掌权，主求你来祝福这课程，让我们的生命继续的被你给提升。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我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各位小姐妹，我们用方言祷告来为你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求圣灵让我们帮助我们在主面前摆上，求圣灵赏赐你更多属灵的恩赐及呼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你使用我，求你
就说主我定睛在你的容面，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在你的容面，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我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你。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阿们。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要彼此相爱的心。我们要为了我们软弱的肢体祷告。我们知道有潘师母来祷告。我们为了瑞如，我们为了瑞如来祷告。他因为红斑性狼疮在住院，这几天要出院但他出院还面对了一些经济的压力。我们真的要为瑞如来祷告。大牧师听到他的这样的遭遇，我心中有很多的不舍、难过。我们还有一位玉成弟兄嘛，玉成我们就为了玉成弟兄，我们为了你所知道的软弱的兄弟姐妹祷告。我们要为了我们长子改选，我们付上祷告的代价，圣灵要集中掌权在我们当中。我们为了我们的牧师陈牧师师母来祷告，为了我们的潘牧师师母，为了我们的何牧师欧牧师，我们为了教牧团队，为了我们长子团队，为了我们办公室的干事群，为了我们小组长们，为我们很多没有参加小组的兄弟姐妹，我们一起来守望祷告。哈利路亚，主啊，向你来祷告，我们为着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主那些身体软弱、病痛、不舒服、疼痛的、住院的、休养的，求神你来医治他们。主，我们为他们提名，为他们来祷告。主，我们此事的祷告，主你就在这个那个地方，你来医治他们。哈利路亚，主你在我们你的神迹，你的安慰，你的医治，你的恢复，现在此时此刻就彰显出来，彰显在这些弟兄姐妹软弱的身上。哈利路亚，主我们为着我们今年，我们在10月开始，我们要长子的改选，就因为我们预备爱你的同工，是主你所预备的，不管是执事，不管是长老，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的教牧团队，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师母，我们的办公室的所有的核心的同工，求主您的祝福，你帮助我们。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是一个大教会，我们是一个爱主，我们是一个谦卑服侍的教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哈利路亚，能不能就让我留在同在你，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对主说，主我哪都不想去，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各位兄弟姐妹，有个牧师说，当一个主日有很多人来参加，代表这个主任牧师的讲道，这个牧者讲道是深深吸引他们。当祷告会更多人来参与祷告会时，代表主耶稣是受欢迎的。阿们。在疫情之后，牧师发现我们的祷告会人数比以往少了许多。
其实牧师看在心里，我心里很忧伤，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们祷告活热心不再热切。这样好不好？牧师邀请你，现在回去，你至少要3个人，下礼拜3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敬拜祷告，好吗？阿门。我们要一起为了我们下礼拜的祷告会的人数来祷告，愿圣灵的火大大熊熊的烧在我们的其中，让我们圣灵的火、复兴的火在我们这其中来被燃烧，让耶稣真的是被欢迎。阿门。我们为了我们的这样的祷告会的复兴人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向你来祷告，我们为着我们下周，咱们下周的这个周3祷告会的人数，主啊，让你在我们教会受欢迎，主让祷告的人越发的热心来到祷告会，主让我们的祷告会是越来越的迫切，越来越有热情。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这是我们最后的祷告。哈利路亚！主，这是我们最棒的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要说，主，我哪都不想去。哈利路亚！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最后一次说，主，我哪都不想去。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们这时候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来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份在你的拣选恩典之中。谢谢主，求你圣灵的火燃烧我们，让我们是又昌教会再一次燃起对主你渴慕的心。主啊，让我们下礼拜甚至以后我们祷告会是丰富，是很多人带着渴慕心来到你的殿来同心的敬拜，让我们主耶稣在我们其中受欢迎。愿主你施恩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时常与神交通，领受口语诺利亚的感动在我们其中。愿主你施恩带领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主。请坐。我们下礼拜，我们期待，我们至少我们这其中是增加1倍的，阿门。好，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来再次点燃我们对主热情的服事。好，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在此，愿上帝施恩祝我们其中。